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動漫有聲報，2分鐘去回顧舊聞。第一則，飾演路飛嘅田中真弓提議換人配路飛重製版。喺上年嘅 One Piece 製就有公布，除咗本來嘅長篇動畫，仲會有套由零開始嘅重製版。田中真弓就提議希望換其他人飾演路飛，以培育新人。呢個係合理嘅，考慮到田中老師都已經70歲，體力、聲線、身體狀態有下滑都唔出奇。而之前飾演富蘭奇嘅淺尾一樹，亦因為健康因素退落嚟交俾木村昂配音。即係咒術嘅東堂葵，但呢個提議都被製作團隊同 Netflix 拒絕咗。田中都表示自己樂意繼續為路飛配音。呢件事有趣嘅地方係，同上星期我講軍曹新動畫會換所有聲優有個對比，當時都引起唔同正反嘅意見。但今次嘅事件，觀眾普遍都贊成路飛轉型嘅新嘗試係件好事。聽完我係更加佩服飾演悟空嘅野澤亞子，89歲都好精神咁配龍珠。第二則，一拳超人第3季原來有 Part 2，喺經歷災難性嘅開始，監督刪除 X。原本以為同之前一樣出12集，29號就公布會有下半部，不過宣傳圖只係人物左右調轉，真係有啲懶。雖則第3季後期有經費上升，但印象差到咁樣，真係唔敢想象最後成品。第三則，巨人導演科目哲也罕有提到罪惡皇冠嘅失敗，認為作品驚人，卻被觀眾認為係垃圾，所以提出想做巨人動畫化。咁呢點就同美月季以前嘅訪問不謀而合，佢有講過配完英滿集後自己去試鏡巨人嘅艾倫，當時就覺得唔會當選，或者係科目導演想同原班人馬證明自己。的確前期鋪排、故事、節奏、音樂、作畫都做得好精彩。問題係主角做咗領導後嘅中期開始，角色智商變零，空洞嘅劇情先係作品評分插水式下降嘅主因。結論，掉咗唔好揾大河內編劇㗎啦。今次嚟到呢一度，下次見，拜。